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过自杯 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能知。总统蔡英文早起出席228事件77周年纪念仪式，亲身颁发受难者家属名誉恢复证书，而且针对着这政治档案条例修法通过，蔡总统强调，政治档案是刑法历史一个真相的一块斗图，要求国安单位解密公开。那副总统赖清德是去到台南参加对事活动，答应就任了后会继续推动三大工程，团结国家。亲身颁发名誉恢复证书，向受难者家属致意。总统蔡英文出席228事件77周年中秋纪念仪式。伊讲228事件是台湾的历史伤痕，需要坦白来面对真相，才会当真正和解。政治档案条例修法通过，正式上路。蔡总统特别讲到，政治档案是恢复历史真相的一部分，要求国安单位解密公开，落实转型正义。更在去年首度返还了受难者在威权统治时期因国家不法而被没收的财产，合计通过核发超过40亿的赔偿金。转型正义并非要针对特定的政党，而是因为民主政治的政府要对过去的威权统治的国家不法行为负起责任。我们透过档案找到的可能受难者已经有4114位。针对外界关心无加害者的问题，司法官讲，因为社会对加害者的共识也无够，认为228违法执行者应该爱负责。默到1分钟。也那副总统赖清德参加台南228纪念活动，慰问受难者的家属。伊讲228事件是台湾历史上国家政府犯的上界严重的错误。伊就任了后，会推动团结国家人民等三大工程。对228事件的反省、检讨，让更加侪人会当了解228事件，这个事件本质，避免任何一个人对228的误会。前总统马英九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参加台北追思会。马英九表示，228事件爱就事论事，历史的错误会当原谅，历史的教训袂当放袂记哩。不过现场一直有抗议的声音，包括台湾国甲学生组成的武力者，要求蒋万安都要回失礼。身为台北市市长，我要深深为当年的228事件再一次表达诚挚的歉意。我也要向在座所有的贵宾承诺，我会汲取教训。针对抗议的事件，蒋万安嘛强调讲，市府对228事件的态度是完全公开，伊嘛会伫市长的任内全力反思，化作捍卫民主的准则。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228事件发生到今已经满77年了，为了要让更较侪少年家了解这段历史伤痕，知影今仔日为虾米休假，民间团体伫咧自由广场举办共声音乐节，到今已经是第12届了。现场有展览、演讲，还有真人图书馆，甚至是音乐演出。希望这段历史呢，会当用无同款的方式，和愈侪人产生记忆的连结。另外，台湾国家联盟也伫咧自由广场举办对书纪念会，要求政府就要赶紧落实转型正义和历史的深化教育。我们就希望说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展览，就是可以带领提供大家一个重新进入或者重新回到这段历史的一个入口。导览人员伫现场带大家来回顾228事件到今年已经满77年，为着要让愈侪少年家了解这段历史伤痕，共生青年协会办共生音乐节已经12年。今年的主题是伤痕的道声道，对无语绘本朗读甲介绍相关的文学电影作品等等，来让大家找到家己和228的连结。咱想要让大家知影讲，去接触历史，其实唔是一个敢若一个就严肃的一个物件啦。就其实咱会当用别个方式去接触这个历史的事件安尼。共生音乐节今年办伫自由广场，有侪少年家来说。同所在另外一边，台湾国家联盟嘛办对书纪念会悼念，邀请受难者家属来讲过去的遭遇，毋望台湾人毋通袂记得历史的假实，袂当互民主自由倒退路。联盟嘛要求政府应当赶紧落实转型正义和历史的深化教育。去年咧举办228纪念活动的时阵，我发现讲有60%的台湾人
毋捌有228事件，这是何等悲惨的一个历史教育。我咧想，咱台湾人都爱有一个自觉。 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共心音乐节，拢是徛伫历史教育的角度，下晡有袂少家长带囡仔来参与共生音乐节。活动到下暗，就小有乐团表演和演讲，暗时8点嘛有受难者的唱名仪式，希望会当互台湾人会记得这受难前辈的名。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 中国快艇并船案件，中国和台湾今日举行记者会，要求台湾赶紧公布真相，也批评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强调后果要由台湾承担。针对中国的指控，咱的海巡署发出声明，陆委会也回应中国，讲对这代志发生以来，台湾拢是尽全力伫咧协助。中国说是伫遐生话乱转，绝对唔是真心的处理代志，呼吁中国唔通搁再抹黑，赶紧沟通。 中国快艇遭另外金门水协并船事件已经2礼拜啊！中国国台办2记者会上，严厉批评咱方到即阵无公布真相甲核实的，更加点名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我们严正要求台方尽快公布事实真相，大陆方面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湾承担。 大家看到管碧玲把处理214恶性撞船事件呢，当成是个人政治表演，极为冷血，为人不齿。 海巡署发声明反击，讲关碧玲第一时间关心只是安顿亡灵，抚慰家属，对案情态度真公正，要求全面检讨，并且指出对着无收证录影，造成无多真正了解案情，已经公开表达真实的，也搁再讲到依法行政的立场。毋像中国所讲的恶性弄船事件，静待司法调查。也若外界有关心，这个案件起因是三无准者违法，外界联系中方会安怎加强来执法？对着媒体一直追问，朱鸿莲并无正面来回应。 我们是否可以回到问题的起点？该如何从源头来更好的管理这一类的3、5渔船？当下问题的起点就是搞清楚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陆委会回击对三无准者事件发生以来，咱方尽全力协助，严过中方以抹黑歪曲事实，绝对毋是诚心处理的正确方式。搁再呼吁对方停止对台湾负面的做法，伫无设政治针对的进行沟通对话。因为海巡署甲中方家属代表团的谈判，敢若继续徛伫遐。讲一下今天会不会再开会啊？ 中方人员此次列入饭店大厅，预告金门归路上采买。海巡署专案小组人员是换所在所在，本来传出双方慢慢有共识。中方要求的公开核实的，可能改做书面核实的。护卫金部分已经公告人民票大约140万，也过是毋是要进行第10摆协商谈判，也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沙丁埔一大建人工地，昨伫咧挖地基的时阵，煞甲这连续壁挖破去，害隔壁大楼规起起。目前是特地42号73位居民安排去大旅馆。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去现场会勘了后，已经下令停工，甲建商列入去黑名单。若破坑的部分，昨是透明灌水，隔壁大楼起起的情形有暂时稳定落来。目前管阿摩土补强基地，加速泄漏的部分也有处理啊。就好伫咧。 消防人员陪同之下，分配登去看物件，确定100%安全，才会住户登去。伫新北市沙丁埔这2栋大楼已经明显起起，厝边头尾住入伫建物附近，是感觉真烦恼。这住户透早是分4批人登去厝里看物件，有的住户讲，去年都已经向新北工务局反映过至少3届，结果因烦恼的代志要是发生啊。前1个月左右，我们的那瓷砖突然就直接飞开。我们在10月1号算是第3次在反映，对，但是回复还是一样是官方文章。发生状况的新建案，原底要起地上13楼、地下3楼的建筑，想要到挖地基的时阵，就发生连续壁破坑，致使地下水甲土沙流失，造成隔壁的大楼规个起起。较早透明灌水了后，目前起起的情形已经稳定，会灌浆补强基地。目前瓦斯已经无搁漏啊，技术工会下晡嘛出动透地雷达做地层的监测，会确保100%安全了后，才会互受影响的住户登去处理。 砖头完成完以后，那么我们会持续来做现场借由灌浆来做基地安全的补强。消防人员甲土木技师分做11组，陪同42号的居民分配登去处理，确定安全。大部分是拢无过样，不过有少数反映讲，因兜有小可起起，壁嘛有闭起，还佫有门无平顶顶，会
会有工务局甲技术会证，因若这个建商是做尾仔起家，资本额是1500万，负责人搁一概出来回实的，强调会负责到底，后续嘛袂搁接任何建案。年纪必有一些瑕疵，只要他们鉴定出来，我们要负责的，我们绝对负责到底。这个建商我们先把它列为黑名单，我们对他们未来一定严格管制。根据工务局的统计，目前拢总共42户、73个居民所开，后续人损甲建筑的安全，也会等技术工会进一步评估。另外，台北市嘛启动学生关怀机制，初步估计有4个伫台北市读册学生先安置伫旅馆，会提供每一位6000块的慰问金，而且持续调查受灾学生的人数。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沙定埔福隆路建案工地挖到一半，造成边仔2栋厝起起，营造商已经进行补救。有学者认为，讲这2栋厝负荷正了后，经过专业技术确定了后，就无安全的问题。但是民众心肝头也是会惊，长期以来对厝价是真不利，认为市政府爱监督，也当考虑讲，把这厝拢买落来进行途径，解决安全的问题。大楼外口用封锁线围起来，家庭车是伫工地头前，一直对地面下骹来补水。沙定埔福隆路建案挖落去，造成隔壁2栋厝车落去。为了维护地下水位有悬价差，所以营造商已经进行工地灌水才应变的改善做法。兼顾财政补强了，建筑部敢就法度保证安全。受影响倾斜比较严重的这栋建筑下面的这个基地的下面的这个地质去做改良，跑掉的泥沙跟土用地质改良方式让它重新恢复支撑力。那在同时间再予以外推力把它推浮层，就是这2件事情是同时做的。学者讲，拆正了建筑部虽然伫专业技术签证之下，讲安全无问题，不过对民众来讲也有心理的阴影。长期来讲，这建案若有损害，卖价也无好，市府应该监督建商爱负责任，考虑用收买也是合建方式进行，都是更新定期，做一摆解决建筑安全的问题。是一个很漫长的路哦，说真的，那一种对大家来讲啊，也是一个很困扰啦。经过工会技师他们的认定合格，这样来讲，大家如果能住进去安心，那以这个为前提了。当你的倾斜率其实超过这样子的法规规定的一个极限值的情况之下，当然拆除重建就是一个选项。但是如果反之以法规的角度来讲，它是在还是一个在容忍的一个范围之内的话，不管是结构补强或扶正工法的这一些，以恢复原状的方式去做使用，这个也是一种选项之一啦。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讲，这2栋建筑物的厝车的情形，若是伫可用林的范围内，会使使用结构补强，也是财政工法来恢复原状方式来处理。而且因为拆除定期也开设应急分配，受损户开发商这相关的权益，爱对真侪方面来做完整的评估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在一位陈先生过年期间参加这北欧10天看极光的行程，伊今仔日出面指控旅行社讲这团费一个人爱20万，却因为航班延前无转机到，致使部分行程直接取消，而且这领队也无专业，极光出现也无通知，大家拢看无到。针对着这款消费争议，双方无共识，消保官建议会当向品保协会申请协调。阮识的寒冰世界真正美丽，台中陈先是一口罩4个人。今年距离过年参加北欧芬兰10天看北极光的行程，一人团费20万。不过出国度假转来说气煞煞，伊二妹出面指控讲，毋是班机耽误，也是转机时间伤短坐无着。致使其中有一天要坐细最下掠地用钱，煞来取消，连上场来看北极光，嘛因为领队失误煞看袂到。一天都超过将近2万块的这个旅费，你行程完全没有走。那完全也不做任何的处理，当然大家多少会有一点失落。还有主打的极光，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看到。陈先是讲北极光有出现，不过因为领队无甲大家讲出来极光警报的意思，致使大家煞无看到，向旅行社要求爱退回无成型的付费行程。不过旅行社讲这是不可抗力的因素来计算。消保官讲，照各国团队旅游定型化客户的规定，旅行社主张航班延前影响旅游行程，爱家己减负相关的证据证明。旅客若是无同意变更行程，会当要求终止旅程；若是调整行程造成损害扩大，就应该爱负责。就是旅行社他如果没有再去合理调整他的行程，
以至于造成整个行程影响的损害扩大的话，针对损害扩大的这个部分，有可能旅行社就要负责，但是这必须要看个别的具体的事实。防指控的旅行社回应讲，飞行机的引擎最主要是飞行机的导升推无法度正常运作，甲东港的天气无好，这是不可抗力的事由，对着旅客感觉歹势，旅行社嘛付出袂少额外费用。另外，旅行社早就甲因讲，极光是自然现象，无保证一定看会到。消保官强调讲，若是双方无共识，会当向品保协会申请协调，还是向旅行社所在县市消费者服务中心提出申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骑奥多拜，绝对唔是骑脚踏车，唔是讲你会晓吹油门，你就会晓骑。根据这交通部的统计呢，这去年奥多拜事故有419000多件。为了要提升这骑奥多拜的安全，即马民众要考奥多拜驾照的时阵，拢爱先看危险监视影片。未来这影片会直接列入去笔试的题目内面，对100题内面抽5题出来考，按算得过开始实行。这查甫人贪方便，直接行过大路，经过机车也无注意到，直接甲弄落去，两个人拢摔跋倒。警方调查，这75岁过路人行为规行过大路，也毋过这50多岁骑车人也无注意头前的情况。廖姓男驾驶酒测值为0，无饮酒情事，表示当时因雨天色昏暗，没有看到行人穿越，因而肇事。根据交通部统计，去年机车事故有419000多件。为了提升骑车的行车安全，众民众伫报考机车驾照时，拢必须要先看这个危险监视影片。5支影片内底就4题才有法度报名来考试。也毋过未来会甲危险监视的影片直接放伫笔试内底，对100题内底抽5题来考。如果没有这个测验的话，其实我以前是不知道，但是有这个测验的话，我就可能就可以多了解这些情况，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帮助。你做过之后，你要有那个意识到什么有危险的地方。危险的监视影片内容包含无保持安全距离、停让过路人等。考生只要发现有危险的情景，就要随点发现危险。若无伫安全的时间内底点试落去，就算唔对。当台湾现在就变得要把它纳入考试的时候，就会面临到这个是与非，一定是就是2分法的01的原则的问题。那这时候就会面临到说，有些答案并不是那么明确。交通部讲，近5年机车驾照笔试及格比率是75%，去年机车笔试报考人数659000多人次，及格人数是536000多人。机车考照的新制已经送交通部核备，有加6个实施。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俄乌战争拄满2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西方国家无排除派兵去到乌克兰，引起外界认为讲，这俄乌战争才有可能会升级的几率。不过，美国和德国也拢已经表态，因袂出兵。罗西亚是警告讲，若准北约成员国派兵去到乌克兰，会无法度避免和罗西亚发生直接的冲突。法国总统马克龙26日欧洲会议顶头出话惊人。表示讲有可能出兵乌克兰来阻挡罗西亚战赢。虽然伊国讲北约各国也未达成共识，不过这个言语已经让各界忧心冲突的升悬。白宫随时回应讲，美国自来就无要出兵。President Biden has been crystal clea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onflict. There will be no U.S. troops on the ground in a combat role there in Ukraine. 德国总理肖兹嘛明确表示讲，北约国家未派兵去乌克兰参战。Nämlich, dass es keine Bodentruppen, keine Soldaten auf ukrainischem Boden geben wird, die von europäischen Staaten oder von NATO-Staaten dorthin geschickt werden. 罗西亚国家关心马克龙言语的最新发展，讲，假使北约国家派兵乌克兰，会造成罗西亚和北约之间严重的冲突。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уже нужно говорить не о вероятности, а о неизбежности. Вот так и оцениваем. И также должны оценивать эти страны,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贝斯科夫表示讲，西方国家爱扪心反问家己，安尼敢有符合因国家甲人民的利益？另外，伫俄罗战争一直无进展的这个时阵，克里米亚和罗西亚占领将近10周年，大概有5000个亲罗西亚的分离主义分子，甲1万外的支持乌克兰政府的民众，伫克里米亚开议会头前对立，警方超工甲双方隔开。因为双方的人马伫遐互相抢来抢去，不只紧张。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誓言要收回国土。Ми маємо боротися за людей у Криму та у всіх інших окупованих частинах України. Ми маємо боротися за повне відновлення сили між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сили щодо Криму, а отже й будь-якої іншої землі.
乌克兰即阵兵力甲武器拢无够，阁爱等西方盟友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反攻之路阁充满变数。公视新闻詹惠敏编译。伫咧美国有一个金融家戈特斯曼已经过身啊，不过伊93岁看守即马宣布要捐美金10亿，差不多是大票316亿，予纽约的爱因斯坦医学院。这钱呢要全部用来支付所有医学生的费用。That my late husband David Gottesman left funds in my care that allow me to make a gift to you. I'm happy to share with you that starting in August this year, the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will be tuition free. 近代破声看过爱因斯坦医学院董事会主席鲁斯戈特斯曼的声音，日后伊宣布捐10亿美金，合大票316亿，予爱因斯坦医学院。医学院官方网站指出，这是全美国医学院收到上大款项，学生有希望摆脱学贷负担，同时引起更较侪经济条件受限的优等生入学，对学院医学研究发展将有帮助。爱因斯坦医学院成立69年，伫纽约上山车布朗克斯区，迄所在医院早产死亡率悬，是纽约州上无健康的地区之一。纽约时报指出，大笔的慈善捐款大部分捐予较富足的曼哈顿医学院所。戈特斯曼伫1968年加入爱因斯坦医学院儿童评估控股中心，伫学术障碍领域正专门，目做医科临床教授。近年来也做董事会成员，参加申请入学面试工作。伊甲已经过身的翁婿，第一曼哈顿投资公司创办人大卫·戈特斯曼，当年捐钱资助医学院。爱因斯坦医学院一年学费将近600美金。纽约时报引用学校的讲法指出，将近50%学生毕业了后负担的债务超过20万美金。在纽约市其他医学院毕业生当中，有共款债务的新进医生人数占比无到25%。如此的胜绩，予爱因斯坦医学院加做纽约第2间无需要付学费的医学院。2018年，纽约大学先宣布付医学院学生的学费。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广播伫中岛发布有查到中国军机扰乱台湾15只当中，其中10只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和西南空域，配合中国的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另外，陆委会上届新的中国情势报告就提出警示，讲中国解放军扰乱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已经是常态化了，也压缩着台湾的空防空间，而且因有伫咧演练反制美国伫咧东海、台海也有南海军事活动，这代表中国解放军一直咧强化对台战场的经验。中共最近加强侵略台湾，国防部伫北中岛发布陆续查到中共侦察运八架无人机等总共15只出海，其中10只超越海峡中线甲伊延伸线，进入咱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配合共艦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警戒，并检派任务机、任务舰与岸置飞弹系统适切应处。对于中国想要抹消海峡中线，陆委会发布上新的中国大陆情势报告，讲到共军侵略台湾防空识别区已经变甲真平常，大摆压缩台湾的空防空间，同时演练反制美国伫东海、台海甲南海军事活动，尤其是负责对台主力作战的东部战区、南部战区，总共有3个关键兵力单位也得到表扬，因看出共军伫台海周边战场想要经营的情形。我们除了必须要我们的 SOP 作为回应之外，也必须要尽速去制定，譬如说反恐相关的一个法令，让这些特殊的形势呢可以能够得到对应。立委认为，中共以新冠台海冲突达成建立新常态目的。纽约时报刊登美国国防分析师路易斯对台海观点，讲到中共军机因讲是逐工拢越界，认为美国必须让中共知影讲美方无接受，也制止这种越线行为。帮忙台湾这边的军队的这个训练啊，那还有很多的相关的这个武器的提供啊，什么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都一直在做了，那只是说现在是不是还要加大力度？那当然美方他们有他们的顾虑啊，就是说如果说加大力度的话，是不是会把这个中美关系把它搞混了？对着国军能力无够，传来好消息。头体一年期的义务役服役655人，有117人转签志愿役，
国防部讲代表宜兰肯定国军的改革，亲像福利台务加部队的管理等。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公布新会期优先法案，包括推动中国配偶摕到台湾国籍的年限，对6年被缩短到4年。不过，民进党立委就批评讲，最近中国军机一直扰乱台湾，加上金门海峡的冲突事件，这个法案提出来时间点真敏感，而且有国安疑虑，所以国民党就爱听社会声音。另外，医学界也发起网络联署反对中国配偶摕到台湾身份会冲击到医疗资源，短时间2天内就超过3万人联署啊！立法院展开新的会期，国民党立院党团公布这个会期优先的法案，其中包括推动予中国配偶摕到咱国国籍的年限，为6年缩短到4年。因为最近中国军机真接扰乱台湾，加上金厦海峡冲突加悬，引起外界讨论。陆籍的配偶，他们也一直不断的都在争取。那其实，没有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哦，对他们不管在就医或者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都有一些困难。当我们看到中国不论在海上或是空中，都强行的蚕食鲸吞，步步进逼，国民党为什么偏偏要在此时此刻推出这样一个伤害台湾人民情感，而且破坏国家安全的法案呢？若有国安的疑虑，医界嘛烦恼健保资源洪滥散使用，台中重庆病院的医师杜成德2日发起网络联署，呼吁暂缓。短短2天已经超过3万人联署。人力极度不足的情况，光是应付现有台湾需要就医的人就已经非常吃力。那这个时候又看到，就是说希望增加或者是说缩短，让更多人可以到台湾来，就是去这个一起共同共享这样子的这个医疗资源的情况，很多人当然就会有担忧。陆籍的配偶在台湾的家保情形，大致上是先取得居留文件，然后6个月之后加入健保。陆籍从6年缩短为4年的话，那么对目前的这些陆配的加入健保的资格上呢，大致上并没有什么影响。吴思瑶指出，这个法案提出的时机点有较敏感，呼吁国民党立委爱听社会声音，考虑国家的处境。不过，民众党立院党团表示，支持中国配偶摕到身份证的时间缩短。强调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在总统大选的时阵，都已经有提出政见，只要住伫台湾、认同台湾，都是台湾人。中国配偶应该甲其他的新移民同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环境的这个空气污染，唔那要治标也爱治本。台湾和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合作监测空气品质，即 NASA 的科研机第2届来到台湾，这届是对南韩起飞，敢若一台 G3的飞行机飞来。这届合作计划，环境部是真侪届拢表示，对空气污染的精准治理是有正面帮助。地方的环保局也认为讲，找到真正污染源才是对症落药。伫凤山高中楼尾顶设置2座 NASA 甲台大合作的国家地面空品超级监测站，离北高雄的空气品质无好，影响能见度，经由这设备能更加精准掌握粒总物污染的程度。另外 ，NASA 也提供一套高解析度光谱及时监测仪。卫星是从上往下看，那这个是从下往上看，回算我们就可以知道整层大气的这些温室气体，这一些所谓的污染物，它的浓度是多少。除了地面的监测，早起 NASA 搁再派出科学研究机第2摆飞到台湾，这摆只有飞行伫28500英尺的G3。另外一只 DC-8因为引擎有问题无启航。环境部讲 ，NASA 搁再配合高频3D 空气品质时间的需求，规划航线，线来结合国内外数字，应将最改善空气污染重要依据。如何受到气流以及地势的影响？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资讯，未来环境部在推动污染物的防治方面可以更有效。对着空气污染若来采取的应变做法，其一是爱要求国营企业降载，因过地方更加5万，经由国际合作的实验，找出更加精准的污染源，才有可能来对症落药。找到那精准污染源，我就是从它下手又最快的吗？对啊，这样是当然是最好。那找到源头之后呢，应该要去分析它的来源。那来源要改善，您刚刚提到一些私人企业的问题，当然要投资要花钱才能够改善污染。
探空气球嘛是及时监测空气品质重要工具，佮加上无人机、防空搭载设备，结合多元科学数理，更加会使测出具体污染源。也来这污染源甲污染的行为是无分国营也是民营。民间希望经由实验掌握更加有力的数据，互真正污染源负起应该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人会判病，这动物也是同款。台北市立动物园有一只乌熊，已经34岁，算起来是阿公级的。不过最近呢，这只乌熊生骨刺无度叮当，也医未好势，所以这动物园落尾是用人道的方式帮助伊解脱，或者乌熊免搁再受苦难。昨昏动物园也公布这个消息，真侪民众是听了是真唔甘。因为后脚行动不便，行路真慢。这只乌熊是台北市立动物园34岁乌熊阿公，伊的名号做小熊。伊差不多3个月的时阵，去互善心人士送去台北市立动物园，伫保育员的照顾之下，慢慢大汉。老了后，嘛亲像其他侪回动物共款，出现骨刺、甲高血压等等的症状。在24号那一天的傍晚，我们照往例要把他带到后场去休息的时候，他不愿意进到后场，那反而是一直往壕沟，也就是远离后场的方向前进。那一天晚上他还是可以自己行走的，只是说看得出来非常的吃力。台湾动物区的区长讲，小熊伫20时的时阵，动作比较爱真出力，加长工下半身无度刷叮当。检查了后，发现伊因为两骨的骨刺去得到神经，致使行动无方便。这个治疗要是无较好，考虑已经坐回无适合开刀，决定以人道的方式互伊去，嘛互伊莫遐艰苦。就是蛮可惜的啦，但是跟林旺走一样嘛，就时间到了总是会离开，走完他的这一段的一个生涯。一定艰苦的啊，而且人会要一条命啊，一定咱若交咱人共款意思，一定过身的艰苦啊。民众知影这个消息，拢感觉真唔甘。园方表示，捌甲照顾过保育员嘛，感觉真悲伤。了后会伫台湾动物区的乌熊展场彩排啊，甲民众说明小熊病逝的消息，互民众做伙笑念伊。记者综合报道。基隆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这研究人员正拍拼，顺利伫咧人工的环境之下，帮助刺龟生团，这是咱台湾的头一例。志工向民众说明，水族生活内底就是全台头一届人工栽培成功的刺龟绿斑离鳍豚。今日找原本饲伫海科馆条件智能海洋馆的刺龟，无按时说的生卵，研究人员用心照顾，将近2个月时间成功生产，健康长大。是在幼体的时候，它也很脆弱。如果一不小心水质有变化的话，也很可能集体就会染病。所以中间我们有一度因为冬天水温变化比较大，所以那时候我们有损失掉一批的小鱼。海科馆表示讲，绿斑离鳍豚佮合作刺龟还龟龟鱼，体型若龟龟啊咧，规身躯全是刺，拄着危险的时阵，就会下性命吞水，互身躯膨起来来防卫。看起来真古锥，又伊内底养老生活，真好看到伊。若大只了的，就会转来较真的严大海洋生活。因为伫咧生团的过程，免怎养饲是真无简单。我们就到野外去采小虾或者那种小小的在潮间带里面小的东西拿回来给它吃，会利用那种人工饵料，用一个钩绑在钩上面，就由我们晃动食物的方式去吸引它，想要过来吃东西。其实海科馆现在这个智能馆里面大概有5700多条鱼，有320几种的海洋生物。人其实都是那个在照顾我们这些海洋生物，跟护育我们的海洋生物。其实我们潮境智能馆这个馆本来就是一个以富裕跟保育为主的一个智能馆。海科馆表示讲，这届刺龟婴仔成功栽培出来，搁来开放参观，希望民众唔当错过机会，进来海科馆来做生态之旅，进来看罕咧看到刺龟幼婴仔的外形，甲伊古锥的模样。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是咱的母语，不过目前呢，用全台语创作的这个表演团体，伫台湾也是少数。为了鼓励更较侪团体加入，文化部推出计划，要互表演团队申请补助，其中也包括请台语指导费用。台语剧团也个母语团体拢认为，请专业的指导来调台语、教因发音，也个腔口翻译等等，这表演的品质也会愈来愈好。请真足看，洪台北来啊！
为着要鼓励更较侪表演团体投入台语创作，文化部推出鼓励表演艺术台语主流化计划，要互表演团体来申请补助，其中嘛包括请台语指导的费用。长期咧做台语剧场的罗莉亚剧团表示，台语演出要调发音、腔口等等，这拢是正专业的工课。首先嘛是爱需要翻译，就是台语老师会教阮的剧本翻做台语，但是有的台语演员是会晓讲袂晓看，所以就爱录音互因听，练习，排练的时阵老师伫边看，安尼较会有较好的品质。伫文化部的补助计划内底有提供建议的台语指导名单，母语团体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目前多数的表演团体基本拢是用华语书写才来翻做台语，不过嘛要兼顾语言的艺术性，因后要投入台语创作的团体，就爱重视品质。理想的情形就是会当对这个历史加语言文化这方面需要有较专业的人士来参与，语言嘛是一种专业就是这拢应该爱去推广的观念啦。亲像顶礼拜六文化部举办的台语 flow 生活节，有一寡剧团用华语演出的比例占多数，互母语团体和民众真不满。文化部表示，目前全台语演出的团体也真少，所以政府才会推出补助计划，嘛需要大家做伙来鼓励。咱来尽量互以早无咧用台语的团体，因嘛会使开始练习来用台语，而且这部分嘛，请咱所有的台语团体会当来加协助大家来鼓励因。因那文化部针对计划内底要求作品的台语比例上无爱60%，有台语剧团就建议爱调悬，台语专家陈鸿辉嘛认为伤低，应该一届调悬向100%的目标实行，才袂讲凊彩到头来就要应付这60%的条件。记者卢尚如、林秀凯台北报道。新竹市文化局结合27间独立册店，也有母语团体，伫这礼拜六举办绘本市集活动，有用母语讲故事、布袋戏表演到图书市集等等。主办单位是希望，不管是活动也是母语，拢爱自细汉接触，将做生活一部分，变做文化养分。丰城囡仔剧团演出趣味的台语舞台剧，互现场的观众看甲笑嗨嗨。家长讲会互囡仔用台语去表演，上重要就是希望囡仔自细汉接触母语，用母语生活。一起找咱们离个西人兄，然后在上山四草又当行过，两行对面来做好人行。互因自细汉就会当接受迄个母语，互因会晓讲，会晓用。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啊！我感觉最重要。新竹市文化局结合27间独立册店以及母语团体，准备第一礼拜六举办绘本市集活动，来推广阅读。无论大人也是囡仔，拢爱加阅读。册店头家希望会当对家庭做起，大人囡仔做伙阅读。对囡仔甲爸母来讲，共同看出这件代志原来是阿哥继续来迄度，只是讲有影甲册店的人较少当然不茫讲后日有机会互更较侪的朋友会用个入去册店，因为其实册店内底的册是看免钱，过来免排队，让我们新竹地区的所有的独立书店业者能够齐聚一堂，然后让新竹市民有机会能够一起看到说，原来我们新竹市有这么多丰富的这样的阅读的一个特色书店。市集活动除了有好看的册，现场还有说唱表演、布袋戏以及母语故事。不管是阅读也是母语，拢应该自细汉就接触，累积做文化养分。主办单位邀请大家拜六做伙去新竹公园体验阅读的好，看到母语的水。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现代科技新产品无塑胶人冠精神，当日巴塞隆纳举办的世界行动大典，有业者推出会当弯翘的手机啊，挂伫个手就变做是智慧手表啊。另外，这智慧手表啊，若配合追踪应用程式，佫会当配合电脑来操作，咱做伙来看卖。这种手机和旧型的手提机无共，会当在你弯翘放伫桌面，嘛会当照你的需要，直接后半圆戴伫手呢。伫双手当无用的时阵，会当即时按手机变做智慧手表，互你会当让手来处理别项代志。Once you
But you can if your hands are full. Usually when you go for shopping, for example, you are trying to look at your shopping cart list and then you are trying to grab stuff from the store and then put it in your shopping cart and you are fumbling with the device and you may drop it. But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device is you can simply take this device and you can wear it over your wrist. And this would be like your hands will be free at that point. 这用手机是当咧西班牙世界行动大典点出的上新穿戴装置。业者表示讲，伊一寸一九的特色，唔会当戴伫手骨，会当看伫脚踏车的车手顶面。手机的荧幕大小嘛会当自动调整，方便使用者观看。另外，这用发出金属光的智慧拳，是按智慧手表进化来的，有会当随时监测身体所达的功能，佫会当拿手指共款戴伫手里，看起来有够拍。另外，智慧手表的功能即马佫直直换新。 有业者甲上新版的手势追踪 App， 甲智慧手表结合，伊就变做互动式的电脑鸟鼠。镜头啊小叮当者，就会当隔空操作边帮电脑。The app works by recognizing when your fingers come in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So it creates a vibration that travels through the tendon, which is picked up by the gyroscope on the smartwatch. 业者讲，这项功能是透过 Bluetooth 和智慧手表甲电脑设备连线。 连线了后，手表会去侦测手的动作来的落指令。手若刷去倒，鸟鼠的科数就刷去倒位。手镜头啊轻轻啊拧两下，就会当甲鸟鼠啊拖叮当、刷叮当。穿戴装置的功能直直换新，嘛，互人类的生活愈来愈便利。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吉隆到新竹对15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6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6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